讲俗语，说俗语，俗语说不尽。今日要讲的俗语是九月胎无人知，这个意思是农历9月风台真歹预测，因为已经到农历的9月啊，秋天的气温都无像热天这热，形成风台的空气已经退散，依照经验，袂阁出现风台啊。严过，伫2004年10月下旬的中度风台叫纳坦，位于东北角来定律，伫所引起16级的强阵风，造成北台湾有38万户停电，有3人死亡，2个人失踪。国家早进前是伫1998年10月中旬的中度风台叫瑞博，造成28人死亡，有10个人失踪，农业的损失超过51亿。这2个10月份的风台拢登上台湾。加在现代科技对风台预测拢真准，会使互民众提早做准备，降低灾害甲损失。袂像今日所讲的俗语，9月台无人知。